呢位佛山嘅粉絲花咗9萬蚊淘咗呢部14年嘅 ML400。呢款車咧就啱啱係15年改款 GLE 之前嘅最後一款 ML400啦，但係同 GLE 一樣搭載嘅都係276嘅發動機。咁我哋而家睇睇呢部淘翻嚟嘅 ML400整體嘅車況係點？我哋而家睇個外觀咧，漆面都比較新淨，冇咩好明顯嘅花痕。繼續睇睇車嘅內飾。車嘅內飾整體嚟講係真係算係比較新淨嘅，而呢部車內飾嘅新淨程度呢，我嘅意見係唔需要再做任何嘅翻新處理啦，只係需要做一個乾洗就已經係非常之 OK 啦。咁接住落嚟，我哋就着車聽聽發動機嘅聲音正唔正常。嗱，而家呢個發動機呢，喺着車嘅時候有短暫嘅2-3秒嗒嗒嗒聲嘅異響。嗱，呢種現象咧，其實係呢款276發動機嘅一個通病。通常喺行駛里程超過10萬公里之後，就係進氣正時齒輪磨損發出異響。解決辦法只需要單獨更換進氣正時齒輪就可以啦。聽完呢個發動機聲音，我哋而家去進行一個路試，去感受一下呢部車嘅底盤狀況如何。而家咧，我哋就試一試行減速帶嘅時候，個底盤有冇啲異響嘅聲音。部車經過減速帶嘅時候咧，仲係會聽到啲角聲嘅異響，呢個異響咧應該就係避震頭同埋個平衡杆拉桿發出嘅。畢竟行咗19萬公里咧，都係好正常。嗱，我哋而家已經試完車翻嚟，跟住升高個底盤，睇下仲有冇其他嘅問題。頭先試車行爛路嘅時候，發出角角聲嘅異響咧，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呢個平衡杆嘅拉桿球頭爛咗。呢個損壞嘅平衡杆拉桿咧，我哋只要將佢更換幾百蚊就可以解決呢個異響嘅問題。咁仲有另外一個異響咧，就係呢個避震嘅頂膠，到時我哋拆出嚟，用專用嘅設備將避震分解，然後單獨更換裏邊嘅避震頂膠，就可以解決呢個避震異響嘅問題。整體嚟講，呢部 ML400嘅底盤狀況仲係比較良好。我哋只需要更換呢個平衡杆嘅小拉桿，仲有更換避震頭，基本上就冇咩問題啦。最後一點就係超過10年嘅老奔馳都會存在緊一個異味嘅問題，特別係當你第一次着車開空調嘅時候，呢個異味會更加之難聞。要解決呢個問題，我哋只需要更換原車嘅隔熱棉就 OK 啦。我維修奔馳25年嘅彭 Sir，幫你慳錢整多錢。